再来看芝加哥的非营利组织原子科学家公布，今仔公布天地8的时间表哦。这是一个咱人类有偌接近家己毁灭的向定性的指标。科学家嘛已经连续第2天，把时钟调到离闭环点只剩90秒尔。因表示讲，核子武器、乌克兰甲加沙战争，佮有气候变迁等因素，造成咱人面对愈来愈大灭亡的风险。原子科学家一年一遍的世界末日预言报告，甲末日钟定伫咧离半暝只剩90秒的时间。这是末日钟自1947年设立以来，连续第2年上晚近世界末日的时阵。理由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大国之间的核武竞赛。乌克兰加加沙的战争、气候变迁、加 AI 人工智慧，一个新生物科技、颠覆性科技的风险。China is increasing its nuclear arsenal now, standing at 500 nuclear weapons, and for the first time, at least in my adult life, there is now talk in Washington that the U.S. nuclear arsenal will have to increase also in order to match the arsenals of Russia and China combined. So in many ways, we're setting ourselves up for a three-way arms race, which is unprecedented and quite concerning. So the picture is quite bleak on the nuclear side this year. 末日钟是奥本海默、爱因斯坦等第一批研发核武的科学家所设立的。因亲目睭看到核武伫咧日本广岛长期所造成的毁灭性威力，希望借着这个上定物来向大家警告，也对领导人施加压力，来确保核武永远袂再被使用。末日钟的指针被刷新人过25遍，去年第一遍被调到离半暝只剩90秒，就是23点58分30秒，是毁灭风险上悬的时阵。也若今年是维持不变。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